拼家嘗試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除咗睇片唔飛廣告、俾 like、comment、share 之外，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呢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只係10蚊港幣一個月嘅啫。加入之後啦，除咗可以每個月有會員優先影片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額外優惠使用次數同埋折扣。詳情可以留意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繼續嘅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今日歡迎翻到嚟拼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UB 啦，咁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咧，咁就會有二手槍店嘅時間啦，咁同大家跟進下啦一啲阿仙奴嘅傳奇啦，前球員嘅一啲嘅動態。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就立即開始今日第一單嘅新聞。咁第一單嘅新聞咧，咁同香港咧非常之有關係噃。咁因為啦，傳奇射手啦，咁亨利啦吓，咁喺呢一個禮拜啦，咁就應邀出席呢一個嘅瑞銀啦嘅亞洲投資論壇，咁亦都叫做啦喺呢一個嘅叫做體育嘅呢一個嘅智藝嘅一個嘅活動裏邊啦，咁同香港嘅學生啦，咁做咗一個對談同埋分享會，咁但係啦，當然啦，亦都可以見到啦，咁之後亦都去咗馬場啊等等嘅一啲嘅叫做旅遊嘅熱點嗰度啦，咁去打卡啊參與下咁樣，咁但係啦，亨利咧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咧唔會太長啦，咁因為咧呢一個嘅星期六啦，咁呢一個嘅歐洲聯賽冠軍杯嘅決賽啦，據聞咧佢將會係頒獎嘉賓之一，咁所以咧佢都要飛過去嗰一邊咧，咁進行呢一個嘅工作啦，咁樣。咁至於啦，咁另一邊廂啦，咁亨利嘅21歲嘅女啦，咁亦都叫做咧長大成人啦，咁所以亦都喺私人飛機嗰度啦，咁祝佢生日快樂啦，咁樣。咁所以亦都可以見到啦，亨利慈父嘅一面。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亨利方面嚟到香港嘅一單嘅消息啦，咁樣。咁可能好多嘅阿仙奴球迷啦，自己都未必知道呢件事咁樣，咁甚至乎。你話喺好多嘅媒體上邊啦，都係後知後覺，跟住先至有相關嘅報導。咁呢一樣嘢，我覺得比較可惜一啲啦，咁樣。咁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啲嘅機構可以一早知道呢啲嘅消息嘅，其實又係咪可以舉辦到一啲嘅接機活動或者一啲歡迎會，咁令到呢一位嘅傳奇嚟到香港更加受到一啲嘅重視咧？咁樣。好啦，咁至於啦，咁跟住之後嘅新聞啦，繼續同大家跟進。咁另外咧，亦都會講到啦，富安健洋嘅情況啊，咁樣。咁雖然啦，咁叫做富安健洋啦，喺效力亞積士嘅最尾嘅階段啦，交出咗助攻啊，咁協助呢個嘅亞積士啦，咁奪取咗呢一個嘅歐洲賽嘅參賽資格。咁但係啦，隨後啦，球員亦都喺社交媒體嗰度啦，公布咁季尾咧將會離開呢一間嘅球會，意味住啦，短短效力嘅呢半年啦，咁基本上咧咁就唔算話太過理想啦。佢自己都表示咧，其實可以貢獻得更加多啦。咁但係只係錄得咗9次嘅上陣機會，咁再加上可能咧自己亦都覺得啦，喺個體能啊，又或者表現上邊唔多滿意。咁你都知道富安健洋對於自己嘅要求啦非常之高。咁之前啦咁亦都講過話，曾經咧佢自己同阿迪達講過就話，喂，如果我自己真係唔夠呢一個嘅水準嘅，不如你將我外借啦咁樣。佢曾經係提出過咁樣嘅要求嘅，咁所以可能啦，見到而家自己喺呢一個嘅亞積士裏邊嘅表現亦都唔如意嘅情況之下，咁就叫做心灰意冷咁樣離開。不過啦，嚟緊啦，咁富安健洋咧都會繼續入選呢個日本嘅國家隊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世界盃嘅舞台裏邊啦，都有機會見到呢個嘅球員。咁但係之後個去向係點樣呢？咁就繼續成為一個嘅疑問啦。咁都係嗰句啦，祝呢一個球員啦，咁可以咧盡快揾到新嘅東家，咁繼續延續自己嘅職業生涯啦。好，咁跟住落到嚟啦，咁到呢一個嘅古斯達嘅專訪啦，我哋之前咧都已經講過噶啦，咁就唔多再一次嘅提及。咁反而啦，去到呢一個嘅高路托尼啊，咁曼城啦，咁亦都宣布咗哥迪奧拿嘅離隊之後啦，就唔係淨係話一個主教練離隊咁簡單，係整個嘅教練團隊啦，連同埋助教團啊、體能教練啊、數據分析師啊等等咧，都會一併離開。咁而其中啦，咁今年啦，先至叫做喺呢一個嘅叫做哥迪奧拿嘅教練團隊裏邊坐穩咗嘅高路托尼啦，咁亦都叫做咧隨之就宣布離隊啦咁樣。咁唔知道高路托尼另一步係點樣啦？咁因為之前都叫做曾經擔任過一啲嘅主教練啦，跟住主教練嘅路途唔算話太過理想，跟住咧就去到
翻去曼城嗰度啦，咁啊再跟隨呢一個嘅青年軍重新學師，咁啊重新打造自己啦，跟住然之後今一年啦就獲得哥迪奧拿嘅重用，咁就擺咗喺一線隊裏邊做助教。咁但係而家咁啊哥迪奧拿走咗之後，究竟高路托尼另一步嘅去向係點樣呢？咁我哋都可以啦，咁啊叫做留意下嘅。好啦，咁啊講開高路托尼啦，咁亦都要講翻啦，咁啊當年啦，咁喺歐洲聯賽冠軍杯啦，咁啊同佢一齊並肩作戰嘅一個嘅後防線啦，其中一個咧主要嘅人物咧就係伊保爾啦，咁樣，咁伊保爾啦最近啦，咁亦都因為呢一個嘅歐洲聯賽冠軍杯啦，去到呢個決賽嘅前夕，咁所以啦，好多嘅媒體啦，亦都咧揾一啲嘅之前咧參與過嗰一場比賽嘅球員啦，咁啊做咗一啲嘅專訪，咁由於而家球員啦繼續喺呢一個嘅非洲嗰度揾緊食同埋生活啦，咁所以咧做咗個視像嘅訪問，今次咧就係嚟自於對新嘅一個嘅訪問啦，咁所以咧同大家就分享下呢一單嘅新聞。咁啊，佢就話啦，咁啊，佢嚟嗰場嘅決賽咧，對巴塞隆拿咧，而家都已經20年啦。咁但係咧，當伊保爾啦，每一次咧睇歐洲賽嘅情況之下咧，仍然會諗起嗰個咧咁令人心碎嘅時刻。咁啊，伊保爾啦喺嗰一晚嘅比賽啦，咁啊擔任右後衞啦，咁啊而家都已經42歲㗎啦，咁樣佢就話啦，咁啊當呢一個嘅巴塞隆拿最尾2-1擊敗咗阿仙奴之後咧，成班球員咧都好似咧 BB 仔咁樣喺更衣室裏邊咧咁就喊起上到嚟啊咁樣，咁啊。呢一個嘅嗰陣時啦，咁啊阿仙奴方面啦，咁啊贏咗呢個嘅皇家馬德里啦，亦都贏咗嗰陣時非常之強勁嘅祖雲達斯啦。嗰時球隊咧好有自信可以贏到巴塞嘅咁樣，咁啊佢接受呢一個嘅 Spec MGM 嘅情況之下啦，咁啊亦都咧咁啊太陽報轉述咗相關嘅新聞啦，咁啊伊保爾亦都話啦。經常咧會同啲朋友講，我踢過嗰場比賽㗎，真係踢過決賽㗎。咁但係真係好難得咁樣去到做呢一件事啦，同埋距離贏得嗰個獎杯嘅距離啦，其實非常之接近。經常都問自己，點解嗰個唔係我呢？點解唔係阿仙奴贏呢？因為嗰時啦，認為嗰支嘅球隊其實係最好嘅球隊嚟㗎啦。對都好驚同我哋一齊比賽嘅，咁但係當我哋翻到更衣室休息嘅情況之下，我哋就知道我哋已經盡晒力，而且真係已經盡晒全力噶啦。儘管啦，我哋淨係得10個球員啦上陣啦，咁但係亦都已經盡晒全力，最後呢一個小小嘅舉動啦，改變晒整個比賽嘅走向。當你入到決賽贏唔到啦，咁啊當然你會非常之難過啦，所以所有人都非常之沉默，個個都喊緊啦，連我都喊緊。喊到好似個細路咁樣啊！因為我本身嗰一刻真係好想贏得呢一個嘅冠軍。咁啊，至於啦呢一場嘅勝利啦，咁啊因為一個突然間嘅決定啦，咁所以咧就變到一個冇可能嘅事情。無論阿仙奴之後付出咗幾多努力都好啦。咁啊呢一個嘅列文啦禁區之外撲低咗呢個嘅伊杜奧啦。咁啊呢一場比賽亦都係阿仙奴歷史上面最緊要嘅比賽啦。咁但係18分鐘咧就已經咧打少一個人啦咁樣。咁啊但係啦咁啊呢一個嘅。原本咧球證咧就吹咗雞之後咧，伊保爾就話啦：我曾經希望球證啦，咁啊承認嗰個嘅入波係有效嘅，因為如果嗰個入波有效，咁列文就唔需要話俾呢一個嘅紅牌驅逐離場，咁而阿仙奴可能會有更加大嘅機會拎起獎杯。我哋都同呢個球證講，就咁樣啦，俾個波入咗去啦，然之後等列文繼續比賽啦。但係球證同我哋講唔好意思啊，因為佢入波之前已經吹咗雞啦。咁所以呢一個正正就係俾一張紅牌佢嘅原因。咁但係作為一個球員，當你參加決賽，你一定會打到上最尾一刻嘅。咁當你俾人咁樣紅牌罰咗出場嘅情況之下，你首先祈禱球隊之後能夠贏啦。你當然啦會非常非常之難過啦，列文亦都係一樣啦。因為咧佢知道咧，如果佢冇食到嗰張紅牌嘅話咧，我哋或者會贏到比賽嘅。咁但係非常之不幸啦，咁啊成為咗一個嘅轉折點咁樣。咁啊至於啦。咁啊呢個伊保爾亦都話啦咁樣，當我哋拎紅牌嘅情況之下，見到雲加將皮里斯換走嘅情況之下，佢嘅表情到而家我都好記得嘅。我哋喺佢嘅國家嗰度比賽啦，所以邀請晒啲朋友啊、屋企人啊一齊嚟比賽，然之後15分鐘之後你就退下火線，就算你意志係最堅定，你都會忍唔住流眼淚嘅。所以到目前為止嗰個畫面都仲係歷歷在目噶，所以同佢講。傾偈嘅情況之下，講翻嗰件事，呢個永遠都唔會唔記得嗰一刻皮里斯嗰個嘅面孔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會係伊保爾啦，佢自己講非常非常之深刻嘅一幕。咁啊，伊保爾都話啦，最終輸咗呢場嘅決賽啦，非常之失望。咁啊，因為人哋啦唔知道我哋喺球場上面最好嘅球隊，咁但係最終我哋都係輸咗啦。咁但係呢個就係球會，呢個就係生活噶啦。
而家將呢一個嘅希望交予俾新一代啦。而家嘅呢一支阿仙奴如果贏咗，唔單止係為咗佢哋自己，仲係為咗整間嘅球會，亦都為咗當年呢一支咁樣嘅2026年嘅嗰個叫做慘案，咁啊叫做有翻個叫做安慰或者補償啦。哇！咁快又掟一個壓力俾而家嗰支球隊啊，咁我就覺得唔好理伊保爾呢番説話啦。為自己而戰，最緊要自己踢出自己嘅風格，踢出自己嘅水準同埋表現，拎唔拎到冠軍呢個就真係睇下個天點樣安排啦。最緊要自己做足本分，唔係為邊個贏，係為自己贏。OK，呢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一個態度嚟嘅。好啦，咁啊講完伊保爾嘅呢篇文章之後啦，咁亦都同大家啦咁啊分享下啦，咁啊呢一個嘅國家隊嘅消息啊，咁啊前呢一個嘅阿仙奴青訓門將咁啊奧干和，咁啊今年咧就效力域斯咸啦，咁但係域斯咸咧相對嚟講比較可惜啲啦，升唔到班啊咁樣，咁但係咧咁啊呢個球員啦，咁亦都叫做正式啦，咁啊轉籍之後咧代表尼日利亞咁啊踢咗第一場國家隊嘅比賽啦，咁所以恭喜晒佢啦，咁啊對津巴布韋2-0贏嘅比賽裏邊咧正式上陣，咁啊非常之恭喜晒呢個球員啦，晉身大國腳啦，咁啊非常之出色嘅一個嘅球員啦，起碼之後佢繼續努力。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今日二手槍店為大家帶嚟嘅內容啦。咁啊，節目嘅時段亦都暫時嚟到嚟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幣頻道嘅運作，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咁可以着兩打賞啦，或者再 EV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Seven，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多謝 EE Shop 和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啦噃，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啦，再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拜拜。